关于近比模型增加确诊个案，确诊人数维持在443人，基础隔离人数增加到428人。指挥中心表示讲，市民为控制疫情，还係為醫師疫苗同藥嘅。鼓勵政府希望推動相關合作，加價疫苗同藥嘅研發。如果加醫生研究院研發嘅疫苗，也可以同3間廠商有相互合作。我想請教秋天到寒天著作的經驗，臨床人體試驗。行政院推動振興3批件，共會帶動幾千億元嘅經濟效益。不過國民黨批評振興件太慢實施嘅，排除設點價根本係排除窮苦人。不過行政院解釋，今年10月實施係未來營運出價戰後，希望做嚟帶動出價規模感染出去老了嘅旅遊經濟。國際疫情解封呢，日本公布嘅頭一層解封名單當中冇哪人台灣。關於有專家建議應該增加疫情感染數據，正視社區感染力動態，國際將會上升。疫情下跌嘅高院市美快市基金，新北市對近比起司重新開放老人鄉下示範，好高先開放拜六禮拜本民眾去運動。特別是面對6年13建議起司，參前開放好高無礙重體、高度重體外線提出申請。加拿大進行一項調查表示講，有4.1萬多嘅亞洲血統民眾表示講，自家的疫情期間是本人歧視霸凌，還容易本人攻擊。從本國法2020年發生的案件，係去年強期嘅7批案多。